我们热烈鼓掌一下哈！谢谢大家。将军。各位前辈、各位先进，议员，里长、参选人，还有我们的党代表，大家早安。早安，将军早安。谢谢，感谢各位啊！今天我是看到我们最大的一场，今天大概有250人啊，在座大约250人。 特别感谢各位伴郎当中抽空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那么市长高思国说，我们这次的选举是3合1，市长、议员、里长共同合起来选。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也是3合1，我们的委员会、支党部委员会。 退休俸这个夙愿说明。第3个就是我们未来要马上执行的反空污、反核实这个联署的说明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先请议员参选人。 跟各位做个这个报告，然后市长参选人高思国如果到，我们请高思国高博士先跟各位做个请安。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秘书李佳琪跟各位报告联署书填写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 好，没关系。等一下